隨住網民咧熱烈反對版權條例修訂草案，要求保障咧二次創作啦同埋惡搞咧列入豁免範圍，咁泛民政黨咧都紛紛改變佢哋之前嘅立場噃。另外咧，坊間都有唔少聲音啦，就話若果政府咧真係會否決草案嘅話咧，網民咧一定要展示佢哋嘅實力啊，少不免就係要上街示威噶啦，而且人數一定要夠多。若果過萬個聯署簽名嘅網民都肯上街嘅話咧，咁就有希望噶啦。版權條例咧，我都作為一個係版權嘅啲擁有人咧，經常同政府有開會嘅，我都從冇聽過我哋啲創作行業嘅人會話咧，二次創作惡搞咧，覺得係被侵犯權益。咁政府唔知搞乜鬼，做呢啲咩嚟做乜先得㗎？你睇下我哋以前咧，我哋學寫字、學寫英文字有叫 copybook， 有啲叫臨摹啊嘛，要學好啊嘛。咁你從一個人哋咧表達得好特別嘅一個嘅方式你去學習，然後咧喺嗰度可能係搞啲得意嘅嘢，有個基礎，然後咧佢先會明白到哦，原來咁樣咧會做一個好有效果，能夠令到人哋咧係會心微笑啊，或者可能係激憤嘅一個咁樣嘅係效應。咁我咪慢慢去學習到點去掌握創作，點去做個有一個係好嘅係效應出嚟，有咩問題啫？唔知你搞乜鬼啊？又話要呢啲又禁，嗰啲又禁，呢個特區政府咧呢個咁樣嘅版權條例超英趕美嚟做乜咧？都唔知急乜嘢真係嚇！反對網絡23條之聲繼續壯大啊！泛民政黨咧紛紛表態反對版權條例修訂草案二讀。日前咧網民咧就同政黨討論草案爭議，佢哋初步堅持對草案唔收貨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日前就發表聲明，企圖撲熄網民怒火。局方聲稱網上分享作品連結並冇觸犯新例，但係各政黨對呢個講法就有唔同嘅解讀啦。公民黨湯家驊就透露啦，政府嘅代表喺草案委員會上曾經指出，網民轉載作品係唔涉及刑事，除非係數以千計大量發放。呢個說法咧同草案條文以及局方聲明係有所出入㗎。而工黨何秀蘭就認為局方嘅解話並唔等於法庭嘅睇法，佢指條例冇講明改少少再轉載算唔算違法，何況支聯會活動都要攞娛樂牌，可想而知當中仲有風險。民主黨李華明就認為，如今網民對條例強烈反彈，條例咧就唔急於通過嘅。咁至於副主席劉慧卿就承認，當初大家都支持政府提出嘅修正，因為嗰陣時咧嘅社會冇人反對，所以就以為大家都會接受。咁但係而家咁大反彈，咁就應該押後二讀啦。而至於經常左右大局嘅建制派，都幾乎全部按兵不動，以免落錯主。工聯會黃國健對於政府單係同泛民溝通有所微言，揚言如今要研究草案先至決定係咪支持。至於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就話，同政府初步溝通之後，要求對方為諷刺時弊、揶揄政客嘅二次創作提供更多嘅豁免先會支持。由網民發起嘅鍵盤戰線呢，就將會繼續喺旺角行人專用區嗰度啦，就舉辦展覽。而有組織咧就更加發起遊行啊，就係由金鐘遊行到去新政府總部嗰度咧抗議立法嘅。咁話晒呢件事咧，都同網上嘅活動咧有直接嘅關係啦，所以我哋微播天下咧就會